参见公主。晴柔，晴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在取笑我，还是在生分我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来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见大家都叫你尊上，可是你不是我尹晴柔的尊上，所以我就叫你一声公主。我们之间不用这样吧？不管别人怎么叫我，你还是叫我独孤吧。小的可不敢，万一说错了话，那岂不是要身首异处啊？你呀，看来你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都开始说笑话了。身体是好很多了，谢谢你。不过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你身为前朝皇子，又悉心经营着明炼宫，权力之大，地位之高，已经不是我能随意冒犯的了。在外人看来，我独孤拥有着华丽的外表，可有多少人能知道，在华丽外表之后，有多少心酸呢？当年国破家亡，祖母带着我父亲浪迹天涯，天下之大，却没有一个他们容身的地方。堂堂皇后之尊，却要与下人一样，洗衣做饭，每天干着粗活累活。直到我继承了复国使命的那一刻，我们独孤氏的财力才慢慢有所好转。可是为了复国，我从小就开始勤练武功，还有学习拳术之道。每日活着的理由，除了复国还是复国。我的心也变得像这地宫一样阴冷灰暗，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。可是，就在那日我遇到你，当我看见你肆无忌惮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美好事情的。那天起，我才感受到真正的快乐。可我是个不祥之人，跟我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独孤不管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只愿和你浪迹天野，相濡以沫。独孤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的心思我全部懂明白，只是我……好，没事的，晴柔，我会等你，等你心里有我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走。这江南河水泛滥之事，就交给爱卿处理吧。切记尽快安抚灾民，重建村落。遵旨。皇上，御林军统领尹浩求见。快传。是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如何？有消息了吗？臣多日打探，不负皇上厚望，已有消息。快说。确实有人看见晴柔姑娘往东边方向去了，据说是明山方向。明山？
而且什么呀？独孤远也恰巧一起失踪了。我怀疑，莫不是独孤远劫走了青柔吧？你怀疑独孤远？不错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名山、独孤远、青柔，这其中会有什么玄妙啊？宁浩，你继续打探，务必得出准确的消息。是，微臣告退。青柔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你等着我。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！像在我们家乡那边啊，想要呼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，那可真是不容易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虽然你欺骗我在先，但你也有你的难言之隐，而且你3番5次的救了我。你要是答应，以后不再去做害人的事情，我就答应你，一直留在这儿。你真的愿意一直在这里陪着我，永远都不离开这里吗？因为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发现我更需要的是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生活，这里挺适合我的。所以，独孤，我希望我们现在只做普通的朋友，就像以前那样，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的，好吗？好，青柔，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我一定会让你开心的。你看，那花多漂亮！皇上，孔双双有事要报。不见。可他说好像是晴柔姑娘有音讯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民女参见皇上。你可知道晴柔的去向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是独孤远救走了晴柔。你说什么？独孤远对晴柔其实一直都有意，所以才会安插我在中间，一直离间你二人。包括谢言辰，都是他的棋子。他一直都在利用我，先是把我放在谢言辰身边，后又教唆谢言辰把我送到你的府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他精心策划的。如今，他见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便想要抛下我，就像抛弃一颗弃子一样。放肆！一派胡言，给朕滚出去！皇上，双儿所说句句属实。皇上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抓到独孤远，当面问问清楚。滚！独孤远。不行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是你叫我出来晨运的，怎么，才走了1个山头你就不行了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是习武之人，你走3个山头都没关系。好吧，既然累了，那你就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再走。能不能不走了？哦，我身体还没好呢。让你每天徒步行走，就是为了锻炼，这样你的病会好得快一些。再坚持一下嘛。好吧。
我把药材都放在这个镯子里面，只要你每天带着它，身体一定会好得快一些的。药材还能放进镯子里？第一次听说哎。这可是我们明炼宫的独门绝技。那你们明炼宫的绝技还挺奇葩啊。奇葩？哦，奇特，口误。青柔，这个镯子你可一定要收好，只要你带着它，就能让明炼宫所有人都听你的号令，他们拼了性命都会保你周全。就算将来我有什么意外，你都可以随时号令明炼宫上下。是哀家糊涂啊，听信了谗言，哀家对不起琪儿，更对不起晨儿啊！若不是哀家，晨儿也不会一时糊涂铸成大错，被贬为庶民，流落在外呀。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错。好在琪儿她是个好孩子，相信她将来也一定是一位好皇帝。皇上，查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那名山脚下，藏于明炼宫中。难怪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。果然是明炼宫中的人。是。好你个独孤猿呐！藏匿于朕身边多年，朕却毫无察觉。究竟意欲何为？皇上可还记得独孤猿曾和你说过他的身世？朕还记得，他说他一家人被奸人所害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莫非朕就是他的仇人？可朕并没有做过杀人灭门的恶行啊！皇上的确是没做过，可先皇先祖们呢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据名山探子回报，他们曾抓到过明炼宫的人，言行之下，明炼宫的人说，里面居然供奉着前朝皇帝的牌位。朕明白了，难怪这独孤猿与朕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。原来这独孤猿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复国而来。这么多年，我知道，三嫂至今生死未卜，难免皇兄会急于攻打。其实我也想早点找到他，但是三哥已经登基，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，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了。四王爷不必过于担心，皇上他自有分寸。其他事情我不担心，可是事情一落到秦柔身上，他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。说来也是，你我一定要阻止皇上。到时候我一定要去当先锋，但愿我能劝得住吧。臣弟参见皇兄。免了，来得正好，朕有要事与你商议。皇兄说的可是讨伐明炼宫一事？你都知道了。皇兄，臣弟觉得讨伐明炼宫不用急在一时，我们当务之急先要稳住朝纲。现在动用大量兵力，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。况且那明炼宫
威震武林，讨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到那个时候，大量的死伤也是不可避免的。皇兄，还请三思啊！看来你是不会帮我了，那就不必多说了，你走吧。皇兄还是听臣第一句劝吧。明炼宫日后再除也不迟啊。不可，这独孤元既有复国之心，朕就留不得他。臣弟以为，皇兄这么急着去讨伐明炼宫，其实是为了秦柔，并非其他。朕没有。怎么没有？皇兄，你就是太要面子了。你害怕输给了独孤元，就失去了尊严。住口！我看你是太过放肆了。皇兄，你看你现在为了秦柔，你都失去理智了。你可是当今的皇上啊！你怎么能如此任性妄为呢？是朕要任性妄为吗？讨伐明炼宫，绝其后患是任性吗？找回朕心爱的女子也是任性吗？朕若是任性，当初就不会做这个皇帝。皇兄，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朕想静一静。臣遵旨。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他说3天还，我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。你来啦！你快看我画的画。你画的，这是你祖父吗？不是啦，这是丁老头。哎，你过来坐下，我来教你画，特别简单。丁老头。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我说3天还，他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儿，买了3根韭菜，花了3毛3。简单粗暴吧？青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这段时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也很清楚。现在你的心里能容下我吗？独孤，你现在能不能不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如果回到最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还会选择谢言齐吗？独孤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，净问一些不可能的事儿啊？世界上有钱也买不到的就是后悔药了。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我选择我从没来过这里。青柔，你今天为什么不戴镯子？我洗澡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，怕坏了。镯子是不怕水的，你还是戴着吧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好吧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世界还真奇妙啊，镯子还能治病。尊上，什么事？宫里传来消息，皇帝已经派了官兵接近这里，可能近期就要攻打明炼宫。终于来了，吩咐下去，做好应战准备。是。对了，还有，不要声张，一定不要让青柔发现有任何的异样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皇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今日，四弟来找过朕，劝朕不要讨伐明炼宫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他这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着想。那皇上是答应了？朕没有，但是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皇上，明炼宫是非伐不可的。若不趁早除掉，倘若日后他逐渐壮大了，若想再去讨伐，那可是难上加难了。可是朕也不能不顾朝臣的反对，一意孤行啊！皇上，留明炼宫必定后患无穷啊！若朝臣执意反对，臣妾愿以一己之力保我江山稳固。臣妾可以以死明志啊！皇上为何这样看着臣妾？朕记得，你以前性子一向谦和，而且从不理会朝事，为何偏偏今日对讨伐明炼宫一事如此上心，态度如此坚决？皇上也说了，那是臣妾以前呀。臣妾毕竟遭逢过巨变，方知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理，但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。况且现在臣妾贵为皇后，理应为皇上分忧，为江山社稷尽忠。既然那明炼宫威胁到江山社稷和皇上的安危，臣妾就算是拼了性命，也愿为皇上除掉这个心腹大患。皇上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臣妾的心中，你是最重要的。也罢，不过随口一问，你无需如此伤心。不过，于公于私，这明炼宫，朕都留他不得。独孤远，朕视你为知己多年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朕的吗？哼，谢延启，这就是你我的宿命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今日我们就来做个了断吧。哼，好啊，我也正想会会你呢。你们都听着，今日是我与独孤远二人之间的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出手。皇上，这是圣旨。是，臣遵旨。你们也都听好了，今天我要是死在他的剑下，我明炼宫从此绝迹江湖。你们保护好尹姑娘。是。皇帝御驾亲征，姑娘你快回去吧。皇上来了。那独孤远呢？尊上已在外迎战多时，他们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了。哎呀！这个镯子是母亲传给当家媳妇儿的标志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你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处置他？虽然我已经与他恩断义绝，此生不再往来，但是还请你放了他，因为他毕竟是当今圣上，而且他还是一位爱民的好皇上。倘若你杀了他，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就算有朝一日你当上了皇上，那天下的百姓
也不会被你折服。到那时，你的江山还是坐不稳啊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当然是，我知道，你是怕我跟他旧情复燃。你放心，你若放他走，我定会留在明炼宫，此生不再与他相见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我发誓，我不用你发誓，我相信你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放了他。真的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！坐下去。还不跑，跑！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好过来。哎呀！你开始。